近日個金價就越跌越急，正式跌穿4000蚊嘅心理關口。主要原因呢，就係新嘅聯儲局主席沃什上台之後美國加息嘅預期又大幅度升溫。咁其中有美資嘅大行轉態而家去睇年內會有3次嘅加息。咁喺加息憂慮底下啦，黃金市場就瀰漫住一片恐慌，投資者就拋售手上嘅黃金。咁其實金價從歷史高位已經跌咗30%啦。咁係咪話跌穿4000蚊啦，只係熊市嘅開端呢？抑或終極一跌就已經出現呢？而家係分批入貨嘅好時機呢？大家好我係阿 Ken。今日呢條片我會用我喺銀行研究咗外匯商品10幾年嘅經驗，同大家分析下最近黃金跌穿4000蚊嘅走勢，跟住亦都會討論下黃金最大嘅敵人美國加息嘅前景。最後我就會分析下黃金未來嗰個走勢。咁第一部分我哋先睇下黃金跌穿4000蚊心理關口嘅情況。咁最近黃金嘅跌勢就加快，再一次跌穿今年嘅低位，咁直接穿咗4000蚊大關。咁例如我上一條影片講話黃金可能見3字頭都唔夠1個禮拜。咁到底究竟有咩原因令金價跌得咁急呢？咁我認為就同美國加息預期大幅升溫，以及美匯指數爆上係好有關係嘅。咁而家新嘅聯儲局主席沃什上台啦，聯儲局個立場就全面轉鷹。咁市場又討論緊今年會唔會加息變成今年係會加息幾多次嘅。咁市場預期美元嘅息差就會擴闊，帶動美匯指數上升，咁突破咗13個月個高位啦，上到101.5呢個水平。咁加息就導致黃金下跌就好容易理解因為黃金作為一個冇收益嘅資產，你加息即係代表持有黃金嗰個機會成本就增加。咁美元強勢導致金價回落，又點樣理解呢？咁當然啦，而家我哋所講嘅金價啦，都係講緊係以美元結算。咁你美元上升嘅話，金價咪自然下跌咯。咁除咗呢個層面之外美匯同埋黃金嗰個關係到底係點樣呢？咁喺舊年8月至10月啦，金價就曾經進入一個單邊升勢嘅。當時美匯指數升定係跌都好啦，金價都係一路飆升嘅。咁背後嘅原因就係因為央行買金啦，ETF 嘅熱錢就湧入啦，加上金價突破嗰陣時個歷史高位，咁投資者喺技術突破底下啦，就不問價咁樣買入黃金。咁但係之後美元同埋黃金又開始呈現翻一個反向嘅關係，即係話美金升啦，黃金就跌。咁因為當時個市場嘅背景就係擔心特朗普嘅種種舉動會摧毀美元嗰個價值。譬如話佢會大舉發債去增加個刺激方案，咁導致美元出現債務危機。咁特朗普亦都千方百計試圖干預聯儲局嘅獨立性。甚至喺發動貿易戰之後佢會更進一步號召全球嗰啲領袖去舉行海湖莊園協議，咁仿效翻1985年嘅廣場協議試圖去推低美元個匯價。咁美元個價值就隨時出現一個系統性嘅崩潰啦。咁要對沖呢個風險買入黃金似乎係最好嘅選擇。咁而家睇翻壓住美元崩盤似乎就好難實現。咁因為進入特朗普執政嘅第2年佢嘅政策就開始受挫啦。咁佢發動嘅貿易戰就已經告一段落啦。最高法院甚至裁定特朗普嘅對等關稅係屬於唔合法。咁喺格陵蘭事件美伊戰爭爆發之後特朗普基本上就同歐洲嘅盟友反面，冇乜可能傾到海湖莊園協議。咁喺特朗普多番嘅攻擊底下當時嘅聯儲局主席鮑威爾亦都喺年頭拍片反擊話要捍衛翻聯儲局嘅政策獨立性。咁喺形勢所逼底下特朗普就唯有揀咗沃什作為新嘅聯儲局主席。咁美伊戰爭爆發導致嘅能源危機更加令金價嘅形勢急轉直下。因為通脹風險升溫底下全球嘅央行只可以轉向加息。咁頭先都講到由於黃金係一個冇收益嘅資產，加息對黃金係非常不利嘅。
咁當美元貶值交易啦，喺短期內就唔可以成立啦，而聯儲局又突然間轉向加息喎，咁投資者似乎就冇乜理由啦，要持有大量嘅黃金，咁而且央行啦買金嘅步伐都已經減慢咗啦，都支持唔到金價，咁而家黃金嘅信仰就被動搖啦，投資者又開始將資金撤出黃金啊，咁令到金價就下跌啦，咁要重建翻呢個黃金信仰就需要一段時間啦。短線嚟講咧，黃金可唔可以反彈，都係睇翻聯儲局年內究竟會加幾多次息。咁第二部分咧，我哋就講下聯儲局嘅貨幣政策，特別係啦，今年到底會唔會真係加3次息？咁雖然加息就已經成定局啦，但係市場上面對聯儲局啦，總共會加幾多次息就未有一個共識嘅。咁而家形勢有變啦，一啲大行就開始調整佢哋嘅利率預測，美銀就先聲奪人啦。將佢哋嘅利率預測由原本預期唔加息，到變成下半年啦會加息3次。咁加息3次啊，究竟有幾大機會會成真呢？咁美銀啊，畢竟都係美資嘅大行啦，咁佢對聯儲局政策嘅預測啦，有一定嘅權威性。咁佢哋轉軚嘅原因咧，就係話新嘅聯儲局主席沃什上任之後啦，佢嘅立場就偏向鷹派。而且咧，最近嘅數據，譬如話勞動市場穩健啊、通脹升溫等等啊，都支持聯儲局轉向加息。咁有關6月份聯儲局議息之後嗰個沃什衝擊啦，可以睇翻我上一條片。咁睇完呢啲轉軚加息嘅理據啦，其實都係一啲大腦嘅分析啦。咁我諗可唔可以準確預測到個加息次數啦？主要係睇啦，聯儲局喺新嘅領導底下，政策立場係咪真係會改弦易轍？咁而家市場上面咧，對沃什嗰個立場就分為兩邊嘅。一邊咧就認為沃什就只係虛張聲勢嘅啫，聯儲局嘅就根本加唔到息，因為股市承受唔到加息啦。沃什之前亦都主張話 AI 可以提高生產力、降低通脹嗰個觀點。咁另一邊咧就認為沃什過咗海就已經係神仙啦。佢之前主張減息啦，都只係為咗拎到聯儲局主席呢份工嘅啫。咁而家坐正啦，就已經唔需要再聽特朗普個支笛啦，可以實施到佢獨立嘅政策觀點啦，以及推行聯儲局嘅體制改革。咁我嘅觀點就認為啦，聯儲局就唔係話一個主席可以話晒事嘅，就唔係話佢可以決定到底應該推行減息啊，抑或加息3次。咁最主要都係睇翻主席可唔可以說服到其他委員支持佢加3次息。咁但係而家客觀嘅形勢係美伊嘅和談就已經取得進展啦。而家個油價其實已經回落翻去美伊戰爭爆發之前嘅水平。咁就算通脹預期已經係升溫啦，咁未來個通脹風險係咪都仲係咁大呢？需要激進加息嘅理據啦，我就覺得值得商榷嘅。而且咧，下半年其實只係剩翻4次開會嘅時間嘅啫。咁所以咧，如果年內加息3次，最遲就要9月開始加息啦。咁到時個通脹會唔會回落翻呢？其實都好難講嘅。咁所以我認為啦，加息3次係一個比較進取嘅諗法。我覺得現階段仍然係加息1次起2次止嘅機會比較大。利率期貨顯示個預期啦就比較可信啲嘅。咁金價而家就已經跌穿4000蚊啦，技術圖表亦都出現變化。咁想知道金價接下落嚟最關鍵嘅支持位啦，同埋阻力位，我推薦大家使用 OneUptick AI。咁使用 OneUptick AI 分析工具啦，只需打入資產嘅名稱同埋代號，一個界面睇晒入市位同出貨位、市場情緒同埋重點風險因素。咁而家用留言區嘅連結登記，更加可以免費試用，首次訂閱更加有8折優惠。咁我哋去到最後一部分啦，就討論下金價未來個走勢。咁金價而家跌穿4000蚊嘅大關咧，都叫做係有一啲支持嘅，但係咧就唔似我之前影片所講嘅終極一跌。咁終極一跌咧，通常個下跌幅度會更加大、更加深嘅，甚至話單日可以跌10%啫。咁去到低位嘅時候，開始有一啲強力嘅買盤，將個價格推返上嚟，咁先叫做完成終極一跌。咁但係而家個局勢咧，只係稍為跌穿4000蚊個大關，咁下面係有買盤上嚟啊，但係似乎都係一啲實力唔係好強或者一啲散戶啦，
築成嘅血肉長城，頂住4000蚊嗰個價格啫。咁但係通常呢啲情況底下啦，最後都係久守必失嘅。咁客觀啲睇啦，而家加息週期又仲未展開，未來加息嘅次數係有好大變數嘅。咁大家都唔係話太知道未來加息週期個頂部喺邊度嘅時候啦，都會先行獲利回吐，賣走前嗰幾年累積落嚟嘅黃金持倉。咁事實上啦，黃金過去嗰幾年實在升得太急啦，譬如話舊年升咗成66%。咁現階段我諗大部分投資者都傾向賣走手上持有嘅黃金。咁我哋睇翻 ETF 嘅呢啲熱錢數據咧，近幾個禮拜其實都係持續流出黃金呢個資產。暫時就未見到有好大資金翻入嚟，咁我諗至少等1-2個月時間啦。當美國加息週期嗰個前景比較明朗化啦，資金先會大舉去買翻黃金呢啲資產嘅。咁而且咧，黃金今次由牛市轉向熊市啦，其實調整個幅度可以係更加大嘅。咁我諗部署暫時都係逢反彈減持啦，未到去一個低位大舉掃入。咁而家金價跌穿4000蚊啦，你哋又點睇後市呢？歡迎留言討論下。咁最後記住要 like、留言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對 OneUpTick AI 分析工具有興趣嘅朋友，亦都可以去留言區嘅連結免費登記。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